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南韩的音乐团体 Super Junior， 甲台湾的主办单位 IME 来签约，要伫台北的大巨蛋来办演唱会，但是申请的流程卡半年。不过韩国的歌手泰妍都真顺利了，今年3月就要伫大巨蛋来办演唱会。北面媒体曝光，泰妍这个演唱会主办单位都是万雄集团旗下的万雄创意，无怪会遮尔顺利。万雄集团是在背回讲，台北大巨蛋的申请甲租用管理的办法，拢是公开来受理，而且经过审查，一切拢是合法合规定。狂年歌星青年女王泰妍确定今年3月要抢入台北大巨蛋，成为韩国攻入大巨蛋的头一个艺人，和袂少人真惊喜，因为之前都有人表态过。今年出道满20周年的 Super Junior， 去年登上台北小巨蛋的时，队长就捌讲过，虽然小巨蛋真好，也不过20周年爱较特别的，希望伫体育场举行，和迷众伫猜测讲就是台北大巨蛋。不过，依照平面媒体咧报，主办单位甲大巨蛋交涉已经超过半冬啊，一直拢无这个档期。因希望好市场回归到应该有的良性竞争的机制，唔通有球员兼裁判的可能性发生。随上，这摆泰妍演唱会主办方是万雄旗下的万雄创意，也不过看 SM 56旗下的艺人来台湾，不管是去年 aespa， 也是今年 NCT127， 拢是IME主办，也不过泰妍却是万雄创意的主办，确实甲演过无啥共款。万雄是回应讲，台北大巨蛋体育馆档期申请甲租用管理办法已经公告伫官网，而且公开受理，并且经过审议会议进行审查，过程合法合规定。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大巨蛋的 BOT 案，它最主要是要求体育活动一定要超过1半以上。我们当然也希望远雄能够就相关非体育类的部分，能够制定比较明确的机制。爱办体育比赛，搁要办演唱会，台北大巨蛋的档期确实比一般的场馆较歹瞧。为前期的作业到筹备，搁到表演的进行，这个迷众想要看到偶像抢入大巨蛋，真正无遐简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